利字頭上一把刀，江湖上更係咁樣。由此更引發無數恩怨是非、紛爭亂鬥，乃至同門相煎、兄弟互殘。上世紀嘅香港江湖，14K 猛人最多，內鬥亦最激烈。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者，莫過於14K 九子華。九子華以悍狠著稱，同門鬥起嚟更係當勇不讓。佢曾經為咗同馬仔追翻爛賬，殘忍咁殺死咗14K 社團叔父輩大佬。佢係澳門14K 開山大佬馬交逢嘅門生，早年加入九江街14K，後出走澳門。90年代同14K 偽字堆話事人胡蘇勇有過一段抗日持久嘅江湖鬥爭。10幾年後，又同14K 傳奇元老差佬文發生一場震動港澳嘅江湖事故。九子華原名黃官華，60年生於香港，出自有住14K 惡人谷之稱嘅深水埗九江街。佢好細嗰陣就唔中意學習，經常同街邊古惑仔群埋一齊，同人打交係常事。80年代，九子華喺九江街大活動，九江街一直以嚟都係14K 孝字堆嘅地盤。14K 好多喺江湖上叱咤一方嘅大佬都係從呢度走出去嘅，比如開山元老大鼻燈、孝字堆話事人大佬游、九江街霸王立章、九江街佛爺華喜、倫敦金教父劉安、偽字堆話事人胡蘇勇等等，喺江湖上皆係有頭有面嘅人物。亦正因為咁，九江街被江湖人稱為惡人谷。九子華喺九江街呢度活動，自然係加入14K，拜喺黑無常摩羅嘅門下。九子華有勇無謀，而且性格極為火爆，一點就着。佢因性格原因四處樹敵，甚至連同門師兄弟都同佢鬧不和。社團入面嘅人都排擠佢，僅有社團內嘅九江街佛爺華喜同佢處得嚟。華喜仲有另一個綽號，就係罪惡大佬。佢係14K 嘅石合尾話事人，亦係有勇無謀之輩。九子華比華喜細10歲，當時只係九江街黑無常摩羅底下嘅一個小角色。華喜睇到九子華就好似係睇到10年前嘅自己，一來二去結為至交。四處結怨嘅九子華注定喺九江街做唔耐，跟住同出九江街嘅黑無常門生佳士偉轉戰澳門。冇耐，澳門14K 大佬摩頂平亦邀請發跡於砵蘭街嘅14K 油尖旺話事人胡蘇勇嚟到澳門。胡蘇勇見崩牙區第一眼就覺得眼前呢個1.6米嘅男子豪氣沖天，精幹超群。崩牙區可謂係文武雙全，九子華獨佔咗武字，並冇阻擋兩個人行埋一齊。九子華嚟到澳門投到14K 大佬柳記松麾下，而崩牙區同柳記松則係結拜兄弟。澳門雖然地方細，卻係是非之地，靠住一座金山，生起好多勾心鬥角。崩牙區、摩頂平、佳士偉猶有轉敵，互相結盟又互相拆台，殺得不可開交。佳士偉靠同何鴻燊關係密切嘅大家姐司徒玉蓮結婚成功上位，後聯手崩牙區驅逐摩頂平，並且背住妻子司徒玉蓮喺生意同感情上連開小灶。而胡蘇勇則係同司徒玉蓮親如兄妹嘅同鄉摯友。九子華同佳士偉、崩牙區關係匪淺，胡蘇勇同摩頂平、司徒玉蓮因而破街。悍猛嘅九子華同剛毅嘅胡蘇勇已經分立兩邊，雙方邊個更勝一籌，將直接關係到澳門生意場上嘅進退成敗。雙方積蓄已久嘅怨恨，終因彼此小弟喺夜店睇場時嘅一個摩擦引爆。接落嚟，雙方大小衝突不斷，一點就着，頗有火燒連營之勢。吹雞火並成咗家常便飯，互有損兵折將。阿 Sir 多次警告胡蘇勇，約束手下唔好過火。為防事態擴大，胡蘇勇勸手下冇事唔好去澳門，但仲係有一個小弟忍唔住去賭，遭伏擊受重傷。對我嘅人落如此重手，胡蘇勇大為光火，唔再控制，任由小弟自由發揮，雙方發生多場激烈械鬥，並互派殺手追身索命。胡蘇勇喺街頭遭遇多次追殺，所幸機智勇敢，一一化解。不過九子華嘅一名左右手就冇咁好彩啦，喺伏擊中差啲命頭鬼門，受到重創嘅九子華元氣大傷，連火並嘅耗損再都撐唔落去，
就同崩牙駒一齊委託中間人揾胡蘇勇和談。雙方共同嘅朋友 Peter Pan-Lu 將胡蘇勇約到太子道一間咖啡廳，對方由九子華嘅大佬崩牙駒嘅結拜兄弟柳繼松親自出面，可惜仲係冇傾掂。現實就係咁奇妙，雖然冇傾掂，胡蘇勇嘅強硬贏得咗對方嘅尊敬，事後主動收斂咗唔少，雙方延續3年嘅混戰就此告一段落。胡蘇勇嘅同鄉好友司徒玉蓮以一介女流喺同前夫佳士偉鬧翻後，崩牙駒等強敵環視下，依然喺澳門商界佔有一席之地。閒時中意寫詩嘅胡蘇勇好有大佬智慧，喺遭對方誤傷，對方上門道歉後，依然可以大方做朋友。做大之後，逐漸隱居幕後，將台前小事都交俾小弟處理。九子華嘅生意越做越大，業務擴展到泰國、米國，並且同泰軍方高層有往來，掌握唔少海外情報。時光流逝，九子華嘅性格卻改變唔多，有事依然會出現喺前台，並且好似對胡蘇勇嘅往事一直耿耿於懷，否則佢就唔會喺多年後對差佬文有咁多恨意。差佬文係14K 偽字堆，胡蘇勇係曾經嘅偽字堆話事人，並同差佬文係好友。差佬文唔係簡單角色，係14K 嘅一名傳奇大佬。差佬文早年做過阿 Sir， 後因同江湖人關係不清被處分，乾脆直接加入14K， 係14K 元老馬交文嘅得意門生。而馬交文又同崩牙駒嘅師公，喺澳門威望地位頗高嘅馬交逢交情深厚。差佬文喺港澳兩地人脈眾多，並同何鴻燊嘅契仔金林貴賓廳主何大志係好友，同胡蘇勇同屬14K 偽字堆。差佬文20幾年前同九子華手下馬德有一筆陳年舊債，馬德亦係江湖上嘅一個傳奇人物。早年喺和勝和跟從大佬源，後同大佬源一齊轉會到新義安。大佬源就係後嚟嘅尖東府中府黃進。到新義安之後，馬德又做咗件轟動江湖嘅事，揾向華勝追債，直接跑到向華勝女友公司要賬，得罪咗整個向家，被提起刑事控告後不了了之。新義安混唔落去，又轉投14K 九子華門下。講起嚟呢個馬德亦唔容易，年紀比九子華仲要大9歲，一把年紀輾轉奔波拜大佬，唔食煙唔飲酒，但人衰運又差，投資清流股票都失敗，連遭財務危機，難以維持之際，諗到差佬文多年前仲差自己500萬，好似係捉到咗救命稻草一樣。原嚟當初差佬文欠馬德600萬賭債，約定分期付款，只還咗100萬。有人話俾差佬文知馬德出佢嘅老千後，就拒絕支付剩下嘅500萬。差佬文近年先後開設俱樂部、桑拿會所，並喺內地有多項投資。馬德覺得差佬文完全有能力償付剩下嘅500萬。其實差佬文當年同馬德關係唔錯，兩人仲一齊投資拍過電影。不過淺銷眉毛嘅時候就顧唔到咁多。馬德四處揾差佬文，奈何總係揾唔到人。一日終於喺威尼斯人發現差佬文，馬德就叫上大佬九子華揾差佬文講數。差佬文帶住肥彪、阿懵兩位好友嚟澳門玩，結束後本打算即刻返去。已經訂好夜晚返去嘅船票，點知場內遇到位律師朋友，律師朋友指住面前嘅100幾萬籌碼，叫差佬文再玩一陣。呢個時候，馬德嘅一個馬仔發現差佬文行蹤，當即通知馬德，馬德就同差佬文打電話要賬。差佬文話自己冇錢，而馬仔眼睜睜睇住差佬文面前擺住100幾萬籌碼，馬德怒火中燒，叫大佬九子華為自己做主。九子華、馬德一行帶住30幾人殺到現場，同差佬文發生言語衝突，連推帶撞要將差佬文架到一間火鍋店傾嘢。差佬文打電話俾一個馮姓14K 大佬，馮姓大佬話俾差佬文知佢就喺火鍋店。九子華將差佬文帶到火鍋店貴賓廳，雙方仲係冇傾掂。九子華揮拳打向差佬文，但差佬文亦係阿 Sir 出身，功夫了得，一把將九子華推開。本嚟只要有一方可以沉住氣，事情就鬧唔大，並且隔籬有唔少雙方都識得嘅熟人，雙方都係怒火中燒，互噴垃圾話。差佬文話九子華嘅馬仔都係垃圾，隔籬圍咗一圈九子華馬仔，仲有3個係九子華從泰國帶嚟嘅生猛新人。一個泰國仔衝出嚟對住差佬文就係一刀，當場刺穿肺部，差佬文氣若游絲。
眼見事情鬧大，唔好收場，泰國仔將奄奄一息嘅差佬文拖入廁所。據悉喺現場每個人都收到50萬封口費。差佬文家人多日揾唔到人影，就喺殯儀館辦咗場葬禮。冇耐，差佬文老友馬交文電話通知差佬文個女，差佬文已經喺某地遇害。差佬文個女哥哥趕到現場，發現被斬成7塊。差佬文家人喺遇害嘅火鍋店舉行招魂儀式，據稱胡鬚勇亦派門生到現場上香。事情曝光後，震驚港澳兩地，江湖人士亦紛紛表示譴責，涉事人陸續到案，被判監6到25年，其中九子華被判25年。2015年，九江街佛爺華喜生日，喺壽宴上，14K 元老立章、胡鬚勇、摩頂平到場賀壽，但華喜就喺眾人面前嘆咗啖氣，講到已經同九子華7、8年冇見過面啦。